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然啦。嗱，咁最近呢，就係政府呢會派發早餐券喎，咁預計就有5萬長者受惠啦。咁其實呢一個呢，就係一個叫做愛心食肆想你餵食嘅計劃嚟嘅。咁其實呢一個計劃呢，咁喺今年年初呢，就已經發放過第一批嘅。咁今次呢，就係一個加碼嘅動作，咁就派發第二批嘅呢一個早餐券。咁究竟事情係點嘅呢？好，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喺2025年嘅6月27號同議員呢就見記者，公佈呢就有新一輪嘅愛心食肆想你餵食計劃。咁社署就會透過200幾間受資助嘅長者中心呢，就派發5萬套，而每套呢就有6張唔同飲食集團嘅早餐券，總共呢就會有30萬張。咁而非長者中心嘅會員呢，亦都可以到相關嘅長者中心領取。咁而有關嘅長者中心名單呢，亦都會喺影片嘅後半部呢就會展示俾大家睇嘅。咁長者就可以聯絡鄰近嘅長者中心啦，就查詢派發優惠券嘅詳情。長者可以憑券就以15蚊嘅優惠價呢，喺7月呢就可以喺6間指定嘅愛心食肆呢就享用早餐啦。咁當中有包括美心、大家樂、大快活、太興、麥當勞同埋今次新加入嘅銀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透露，上一輪嘅早餐券嘅使用率高達76%，反映成效理想。希望今次加強宣傳呢，可以進一步提升。咁而局長都指出，上一輪嘅活動呢，有5萬個受惠嘅長者，各獲得發放5張嘅優惠券，咁就可以食午餐。咁而今次呢，就再進一步，同樣派發5萬套，咁而每個長者亦都可以獲得發放一套共6張唔同飲食集團嘅早餐券，亦都即係話一個集團就1張，咁啊總共6張啦。咁派出嘅總數呢，就會係30萬張啦。希望長者老友記們呢，就食得開心。咁而局長都強調，當局唔單止係派發優惠券呢，就俾長者中心本身嘅會員，咁而非會員呢，都可以到中心去領取嘅。咁上次嘅經驗呢，就得出大概15%，亦都即係有7500套嘅優惠券呢，就派發咗俾非長者中心嘅會員。咁所以除咗幫助長者之外啦，咁當局亦都希望透過派發呢一啲嘅優惠餐券，吸引到一啲原本呢就喺社區較為隱蔽嘅長者，可以走進社區啦，到長者中心領取優惠券嘅。咁除咗佢哋受惠之外，亦都可以讓中心呢去藉住機會去接觸佢哋，同時呢可以幫助到佢哋進入社署嘅服務系統，例如係長者中心啦，或者係其他唔同類型嘅長者服務啦，又或者係援助、資助、津貼等等啊。咁所以思思然呢提多大家一次，今次呢係一套有6張嘅優惠券，咁而每張呢就代表一個集團，包括美心啦、大家樂啦、大快活啦、太興啦、麥當勞啦同埋銀龍。咁而每張呢理論上呢就係可以以15蚊嘅優惠價去指定嘅食肆呢就享用早餐。咁當然詳情同埋使用條款呢，咁大家呢就要留意翻張早餐券入邊嘅內容，同埋喺使用嗰陣時向職員查詢。咁而至於派發方面，提多大家一次，可以去翻你居住地區就近嘅長者地區中心、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活動中心等等呢，就去查詢。跟住落嚟呢，思思然呢就喺熒光幕就顯示唔同地區嘅長者地區中心啦，同埋長者鄰舍中心一啲喺唔同社區入邊去運作嘅單位啦。咁但係呢，提多大家一次，是否每一間長者中心都仲有尚餘嘅早餐券未派發呢？又或者因為有部分嘅長者中心呢已經喺6月底呢就完成派發，咁所以大家呢記住去之前呢可以致電長者中心去查詢有冇剩餘嘅名額啦。咁而另外有部分長者中心呢亦都會係7月先至派發，咁所以大家記住先聯絡咗各中心有冇名額嘅剩餘啦，跟住就去佢哋嗰度去領取早餐券。咁首先就係中西區同埋離島區，跟住就係東區、灣仔區、南區，跟住就係南區、觀塘、黃大仙、
跟住就係黃大仙、西貢、九龍城，跟住就係九龍城、深水埗、油尖旺，跟住就係沙田、大埔、北區，跟住就係元朗、荃灣、葵青，跟住就係葵青同埋屯門區，跟住就係長者鄰舍中心名單，中西區、中西、離島、東區、東區、東區、灣仔、南區、南區、觀塘、觀塘、觀塘同黃大仙，接住都係黃大仙、黃大仙同西貢區、西貢同埋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九龍城、九龍城、深水埗、深水埗、沙田、沙田同埋大埔、大埔同埋北區、北區同埋元朗、元朗同埋荃灣、荃灣同埋葵青，接住都係葵青區，繼續葵青區嘅中心地址、電話等等，跟住就係屯門區，跟住都係屯門區。咁大家記住撳停影片，記低相關嘅中心地址、電話去查詢。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思思仁頻道啦，讚好影片同埋分享影片呢，俾有需要嘅人睇。咁原來呢一個愛心食肆賞你為食計劃已經開始咗啦。咁如果大家已經攞咗早餐券嘅話呢，咁記住已經係可以開始去使用㗎啦。使用嘅時候記住留意返上面嘅使用條款，同埋向返相關嘅食肆去查詢去使用。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